Hi，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中華國標頻道啦。咁今日咧又係呢一個一年一次嘅店慶大優惠嘅時間到啦。咁啊，大家不妨即刻去到我哋嘅門市咧，就了解下更多先。咁而家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海鷗嘅手錶。今次嘅店慶優惠當然就唔係一般嘅自動手錶咁簡單啦。咁而今次介紹嘅就係採用咗無卡度嘅直游絲陀飛輪。直游絲主要嘅優勢咧就係抗溫度變化、抗磁力，並且物理性質穩定。唔會出現好似金屬疲勞嘅變形，咁可以話陀飛輪游絲裏邊嘅一個天花板級別。嗱，咁而呢一個就係海鷗自主研發嘅一個最大突破。咁而錶鏡方面咧就用咗藍寶石玻璃，而錶盤咧就使用一啲簡單嘅設計，菱格放射紋，採用咗直條刻度。喺12點位置咧就用咗一個簡單嘅羅馬數字。咁而錶殼方面，直徑咧就係用咗42mm，男女合適。咁316L 嘅不鏽鋼。手動上鏈嘅陀飛輪，而厚度咧就12mm，而錶底咧亦都露出一啲夾板嘅螺旋打磨處理啦。咁而錶帶就係用咗鱷魚皮帶。呢一款嘅售價咧就係33,800蚊。咁如果大家係想要知道呢個店慶優惠，咁可以直接聯絡翻我哋嘅門市同事。咁電話號碼咧就係52122516。咁如果大家係想玩下啲其他款式，或者係有一啲經典復古嘅話咧，咁可以選擇下我手上嘅呢一款懷錶。咁就係海鷗陀飛輪阿拉伯數字，直徑咧就47mm，而錶盤就係簡單整潔，帶出傳統嘅古典味。而錶底就做咗一個透底，機芯就採用咗 ST8230嘅手動上鏈通軸陀飛輪機芯，咁啊做工就一啲都唔馬虎，日內瓦紋處理嘅精細打磨，而厚度就只得11mm，咁而動力儲存就42小時，配送翻一條鏈扣俾大家，咁大概長度都係20cm 左右。之後就係呢一款海鷗嘅女裝錶啦，咁佢帶住呢一個高尚同埋優雅奢華系列大師級嘅作品，咁而孔雀綠嘅陀飛輪手錶，直徑就係37mm，厚度12mm，而錶殼嘅顏色就係用咗 PVD 鍍上玫瑰金色，錶面就係採用咗藍寶石玻璃，而錶盤就係採用咗天然礦石嘅孔雀石，同埋3點、9點同埋12點位置咧就鑲嵌咗3粒珍鑽。咁而6點位置咧就採用咗自家研發手動上鏈 ST8000嘅偏心陀飛輪機芯，咁而動力儲存咧就係40小時，限量發售199隻，咁可以清晰咁見到呢一個錶底夾板嘅打磨處理啦。而錶帶咧就用咗鱷魚皮帶，而顏色同埋錶盤咧就做翻呢一個對應嘅顏色，咁啊做出超顏值嘅高貴女神嘅氣質。今日咧就暫時介紹住咁多俾大家先，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標國潮門市度咧試戴下你哋喜歡嘅手錶，或者係詢問下其他有關呢一個優惠裏邊嘅其他款式。好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